婆娘Radio 起步欢乐新播客，轻松过周末。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期的欢乐新播客。那把这个婆娘的这把个是个周末快乐，欢乐新播客又和各位见面了。这大这里俺这个婆娘的等的是被跟着的那些呢，你这在于偏偏那么是是的，那今天做客我们新播客的这位嘉宾呢，他是一位军人，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藏族歌手。他是谁呢？咱们通过短片一起来认识一下。呀，娘子记得。卓玛用藏，别着了嘛，别就认着在于一些。这个里高身边可松像个前面种草吧，长起了些啦，公面那么那种觉得，在于不么，这话在于南越，家底从老岁月。这不能把这里俺这个婆娘的等的是被跟着的那些呢，你这在于你偏偏那么罗马用脏了赢。来，朋友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欢乐新播客著名的藏族歌手卓玛央宗，有请。老师，把这朋友了，扎西德勒，欢迎。这婆娘的偏把个是耶。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欢乐新播客。这大头嘛，俺这年那个主播做了唱剧去着。对噻，听个这些的嘞，俺喜欢卓玛央宗音。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卓玛央宗。哎，欢迎央宗老师，您看看用藏汉双语的方式和大家打招呼哈，相信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特别喜欢你。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舞台交给卓玛央宗老师，有请卓玛央宗给我们推荐他优秀的作品。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欢乐新播客卓玛央宗。今天我要推荐的这首歌，是我在3年前遇到的一首作品，叫《我在拉萨等你》，原名叫《拉萨之恋》。我把它翻唱成了一段藏语一段汉语，然后送给你们。
朋友，咱就起步欢乐新播客轻，松过周末。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环节。这周末用中啊，这个朋友的陪伴感是耶。多谢。你觉得他利用网络节来的电脑呢，就了在于部门谁来接嘞？有的。就让在于呢，就一个部门节嘞。你第二天东北跟上了个这几些呢？对噻，在于部门下的青海阿家地基，德基老师是。蔡青年的于启祥老师，于翔老师啊，他们肯定就是看着我是从茶余走出大山的孩子，然后就能够到现在这种给我写的一个成长的经历吧。然后词儿这词儿里面有稻谷呀这种，因为茶语跟别的藏区不一样，产大米，它是盛产大米三妈妈过，海拔600。我出生低非常舒服哈。我出生的地方就海拔600。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就，号称就是西藏的小江南。西藏小江南。对。然后就什么水稻都有。什么样的水果，或者是反正你种什么就可以长什么的一个。真好真好。这我们打三妈妈去读的，但咱们当时去啥的哇？这，同样俺这个朋友呢，人口就不错了，在于部门谁的通通起来呢？来，请唱几句。大山走来一个茶语姑娘，你的身上飘着一缕稻谷香，你的风儿拂去了我的忧伤，你的情歌唱醉了我的心房，茶语姑娘哈罗提，山的姑娘哈罗提，你的纯洁善良谁能比得上，谁能比得上？哈罗提比达布拉，哈罗提茶语羊肉。哎呦，真好听，真好听哈！咱们茶语姑娘谁都比不上哈。哎，这中间有一句歌词叫哈罗提，我们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这个是？哈罗提是一种称词，就是我们那里有一个小的分支灯人，就是他们就会赞美女性，会用这个哈罗提，或者是美丽，是的，智慧，比达布拉，对，就像阿佳说的比达布拉。然后后面还有一个茶语羊绕，就是茶语姑娘，那个羊绕就是他们的那种，他们那个小枝说出来的那种。茶语羊绕哈罗提。谢谢。哎呀，真好真好。但是等你俺去在于部门是为了用的人家的几年。茶语姑娘，你的身上飘
听障好听啊，这带着伴奏的也好听。咱们接着聊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怎么样走上音乐道路的呢？我从小在学校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唱歌，然后就是反正所有这个文体的这种都特别喜欢，但学习比较差一点。然后我的父母就特别不喜欢我去搞这个文艺，对，影响学习是吧？是的。本身我的学习比较差，然后就根本就不会让我去参加6·1的活动呀，或者学校里的任何那种活动，文体的这种活动都不会让我去参加。那你呢？我会。但是音乐课里的是最棒的，对不对？对，是，肯定还是有一点点天赋吧。对，什么时候开始就是登上舞台的？从小学2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有登台。我记得我最熟悉的第一首，那个时候就毛明老师的《思念》。我觉得那时候就我们的广播大小那种，就是挂在树上的那个大广播里就会放那种大喇叭。对，大喇叭。课间操的时候要放，对，就只放这一首。那首歌叫《思念》哈。对。旋律是怎么样的？没听过呢，给我们唱一下来。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哇，太好听了！2年级的时候就唱这首歌啊？对，因为没有广播播不出来其他的，没有其他的歌当时。是的。然后就学会了这首歌。是。参加了什么样的比赛？比赛就学校的那些，学校里会主办一些，就是会有很多的这种文化活动嘛，都会去，就偷偷的去。就是妈妈不让，爸爸妈妈不让。对，不让。然后你怎么说呀？反正在学校拿了奖，奖要拿回家吗？不拿。奖也不拿家，放在桌格里面。放在我同学朋友家里，就从来不会拿回家。我妈要知道我去参加这样，就会把我往死里打。要挨揍哈。是的。但即便是这样，还是喜欢音乐。对，特别喜欢。那我想问一下，爸爸妈妈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接受你唱歌的呢？考出去以后。考出去。从县里面考出去。从茶余县考出去，考到西藏自治区艺术学校。然后这个当时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他们还不知道，因为我中途考上了波密的一个高中。就刚上高中1个学期。然后就是拉萨的老师，艺术学校的老师来招生。就来到那个波密嘛。波密那个时候我们正好就够你干了就这样。就好不干。学校那里没得上我的老师的这个没得上吧。然后现在我等到，然后等个就是啊，因为我高1个学期来差呗。就打上，我去，我就别给那路线这样的吧。来的是就是北京的援藏老师，来艺术学校援藏的老师，是他们本来只是到那个林芝市里面，不下各个县的。然后他们不知道，就可能机缘吧。连这次在有可能也听说了。波密了。波密来的。跟拉空子就是了吧，写当个就是，亲笔，亲见。但俺就弄别人这些。索的呀拉吉萨加比拉下着涅萨米就拉得着索的呀拉索的呀，就这种。挺好啊，就这么给他们唱了一段。老师说，可以，这孩子不错，这个上我们学校吧，我给你发通知书。真就这样吗？是，但是当时因为要中考，必须要参加中考。也得看你的文化成绩，对吧？是的。反正我是学习成绩比较差一点，但是音乐分肯定拉得高一点。但是也能考上，也是过了线的，对吧？就破格录取了吧？肯定是这样子的。破格录取我肯定是这样招走的。在西藏艺术学校，我上完上半学期，然后放假照常回家，照常在家里面该干嘛干嘛，然后照常开学走，他们都不知道的。就瞒了半学期，你也真够厉害的，你知道吗？那到最后是爸爸妈妈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因为当时我们学校里就是有一个去维也纳去演出的一个机会，学校里来招，就是招唱山歌的。就我的老师杨金卓嘎斯也是比较也是比较特别像母亲一样的一个老师。然后他就说
把所有的学生，那个时候1对1的教学，把所有的学生都集中过来，然后就开始选，然后唱山歌的呀，然后就招走了。啊，又被选上了，选上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给家里说了，因为要出国是吧？对，要办公函，要办那个护照，对，必须要去。但你真的质量法嘛，怎么？俺这来没，看出跟那个开发节不是，跟这个开发节爸爸你呀，这一年呀来啥小了，俺看你来啥用的，然后你个报名了，要把这打地方来着，俺看你俩定出车子，每个人就是来我也不知道啊。主要要嘛的，前辈呢，每个装些个的，真的，我觉得你讲，你巴不得俺们那个跟那个老那么修，去那当要嘛的，然后就去了，从学校里面就是走向那么大的一个舞台。对，就我觉得，就这样，就稀里糊涂的，就跟北京的一帮老师就出国去。那现在都咋的？那真的是来噻。人龙北的，拍一个龙北些人的亲戚人的去。这点做搞比较多呀，就是没这个的写得了，搞比较多。那一刻，也就是爸爸妈妈他们由刚开始的反对，也就变为这个接受你的这种选择，是的，也变为支持了。这一环节的互动到这里就结束，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这个舞台交给卓玛杨宗，为我们推荐优秀的作品。呀，大家今天都问他的点么哒？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欢乐新播客卓玛杨宗。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首歌是《天上有个那么错》，由著名的作词老师刘一兰、作曲老师邵斌共同制作的一个完美大餐，送给你们。咸咸的湖水荡起清波，那是情人等待的眼泪，滴落在相思无尽的湖泊。
나시 뭐가 그 마스바니 뭐도 아니 다른 녹상도 중에 그지 에티고 상처 레레. 아 세상 뭐 봤어 레레. 对了对这里人家是记得的可以说是一种就是倡导大家一生永恒之爱吧，就是一生只爱一次，就是白头偕老，或者就是就是这种。자체로니 된지 어, 제 보통 뭐 참. 뭐 어, 근데 지, 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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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어,